嗨，大家好，我是探评书，今天是2025年9月24号，这一期咱们继续胡聊胡适、胡指、胡 A， 还有胡一进老师今天胡适走势可以说扬眉吐气一改前2日的这个叫摇摇欲坠吧今天这个走势可以说让金融消费者又叫欢呼起来吧，感觉牛市又来了为什么呢今天截至收盘，沪指涨 0.83%， 深圳指涨 1.8%， 创业板指数涨 2.28%， 关键是今天市场是低开高走而且创业板指数创了3年多的新高，这个科创50一度涨幅达 5%， 这个给人感觉像是牛市这个又来了，指数牛市沙滩上建高楼继续最主要的是成交量，两市成交额是 2.3万亿，这个成交量还不错，维持在2万亿以上前2天给人感觉要跌到2万亿以内了，到现在又2万亿以上了，这个最主要的是4400只个股上涨下跌的只有900家，也就是普涨格局，所以这个是难得的，有点像牛市普涨。证券时报报道社保险资持仓市值创新高，耐心资本成 A 股压仓石。去年924一揽子金融政策出台以来，以国家队、社保基金、保险资金等为代表的耐心资本持续加码入市，持仓市值攀升至历史高位。这不仅为市场注入稳定增量资金，更通过长期投资逻辑平抑短期波动，成为 A 股100万亿元市值生态背后的核心压仓石。924一揽子金融政策落地以来，市场变化的核心特征之一是耐心资本持仓规模实现跨越式增长。截至今年8月底，各类中长期资金持有 A 股流通市值已达 21.4 万亿。这个账好算因为现在咱们的整个的沪市市值也就是100万亿，大概100几万亿吧，咱们就按100万亿算。所以你看现在这个长期资金就是社保险资这些占有 21%， 你看这么理解。具体到相关机构，截至今年2季的末，中央汇金、证金公司、国家外汇局旗下的投资公司为主的国家队合计持仓 A 股市值超过 3.7 万亿元，逼近历史同期峰值。什么意思就是现在还不是最多是吗？这个国家队是跟历史峰值差不多，还稍差一点，但是保险资金、社保基金、养老保险基金等耐心资本最新持仓市值超过2万亿元，创历史最高水平。此外，国家队还通过 ETF 积极入市稳定市场，按照 ETF 成交均价和增持份额计算，今年上半年以中央汇金为主的国家队累计入市金额接近2200亿元，险资社保入市步伐也有望进一步提速。险资方面，截至2季度末，人身险和财产险公司股票余额 3.07 万亿元。值得注意的是，较去年2季度末股票余额同比增长 48%， 远远高于保险资金运用余额总量同比 17.4% 的增幅。就什么意思这给我的感觉是这个保险资金入市更多这一轮涨幅恐怕这保险资金做了不少贡献。这个保费它没地方去保费想找到好的投资渠道也不容易，可以理解为这个商业保险呢，这些保费被迫有一部分要进入沪市所以他们把银行都已经买到什么要举牌了。在香港外资作为耐心资本的重要组成部分，924以来持续加大 A 股配置力度，成为市场稳定的重要外部力量。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2季度末，北向资金整体持股市值达 2.29 万亿元。但是这个数好像前天那个证监会的主席吴清好像说是 3.07 万亿，反正3万亿了吧。那也就是说，是不是说这个最近2个月又有不少外资进来了呢？对吧？你看这个写的是2季度末是 2.3 万亿，吴清他说的恐怕是到8月30号的，那这2个月又多了7000亿，大概也就这样一个水平业内人士认为，在924一揽子金融政策落地1周年之际，耐心资本构筑的压仓石已成为 A 股慢牛核心支柱。从21万亿元耐心资本到2376万新增开户，从 2.3 万亿两融余额到 2.87 万亿外资持仓，资金用长期主义对抗波动，用价值投资引领方向。说来说去还是一个水牛不谈基本面
都是耍流氓。我们再看啊，这个中国证券网报道啊，说汇丰啊最新发布新兴市场投资意向调查，得出个结论啊，说在众多新兴市场中，中国股市成为全球机构投资者的首选。调查显示，有超过一半的受访者表示对内地股市的前景最为看好，远高于今年6月调查时约1/3的比例。在利好因素层面，33%的调查者认为资本从美国流出并重新分配是新兴市场向好的最主要催化剂。19%的受访者则表示，中国股市近期反弹也是一个积极因素。整体来说，中国经济的增长势头被投资者视为决定新兴市场总体走向的一个重要因素。也就是说，这个全球机构投资者啊看好中国经济。最近啊，这个摩根士丹利啊提出新的投资组合配置策略。摩根士丹利它的投资组合啊，它建议啊60%股票，20%债券，20%的黄金作为一种组合。多数分析师认为啊，这个最近黄金价格好像涨到$3800每盎司。彭博社报道啊，他说中国央行正在吸引各国央行通过上海黄金交易所在中国境内储存实物黄金。这个投资组合到底怎么样，咱们暂且不聊啊。对韭菜来说啊，存款才是最安全的。为什么呢？我们经常啊拿这个在美国的贾老板、贾会计啊来举例子，对吧？来比较这个日益没落的美的啊资本市场和咱们胡适啊这种不同之处。所以今天咱们继续啊聊一聊这个贾老板。这个贾老板啊可以说是当今啊不多出的，就是放眼整个世界啊都为数不多的化债第一人，没有人比贾老板更懂化债啊。最近啊有媒体报道啊说贾老板又收了一个上市公司，要靠炒币赚钱。同时贾老板豪言啊，他再次放言，他要还债，不会欠任何人钱，债权人都要放心。这个贾老板啊再次拍着胸脯，所有的债都要还掉，没有人比他更懂还债啊。同时啊他宣布啊，美国人的债贾老板已经还完了，接下来就要还中国人的债了，所以国内的这些债权人不要着急，稍安勿躁。那他怎么还债呢？贾老板说，我这不收了一个炒币的上市公司吗？赚了钱啊就还国内的债。这个贾老板啊要向罗永浩看齐，也要玩一出甄嬛传。这个贾老板啊总共欠债340亿，这个海外债权人啊是200亿，欠国内是140亿。所以贾老板说的啊，国外的债已经还完了，现在要还国内的债，也就是国外200亿他已经还掉了，现在就差国内这140亿。给大家感觉啊，好像这个贾老板说这个不靠谱啊，就像他说的下周回国一样。那贾老板到底是怎么还债的呢？先说说他啊，这个国外的200亿他是怎么还的？首先啊，贾老板对美国的法律啊，那是经过仔细的研究啊，充分的利用了这个日益衰落的啊美国的这个法律，把这个海外啊债权人合理合法的一把坑了。那具体怎么操作呢？就是贾老板把海外债权人啊叫到一起开了个会，和盘托出啊化债会议。怎么化债呢？他给债权人2个选择，一，对吧？这个贾老板名下有一个法拉利未来嘛 ，FF， 对吧？这个汽车公司啊，然后让所有的债权人债转股，把所有的债转成 FF 公司的股份，所有的债啊200亿占 FF 公司一共是17.2%的股份。而且贾老板还给他们算了一笔账，只要 FF 的市值啊达到160亿美元，那么每个人将毫发无损，债务完美的啊解决，就能回本还能赚钱。如果到320亿美元，那每个人啊还要翻倍。你在美国啊，这个320亿美元市值的公司不少呢，不难，对吧？也就是说，债权人你可以选择不信，但你最好是选择相信，因为这个感觉好像是应该可以的。如果你要选择不信，对吧？那你最好也是选择接受，就是你信不信和你接受不接受是2概念。如果你要不接受的话，贾老板还有一个选择，对吧？他就2个选择，一个是转股，一个是贾老板个人破产。哎，在美国个人破产不是事啊，好像特朗普就破产过好几回。贾老板说了，我现在已经身无分文，都是债，破产了，那你们就1分钱拿不着。那对债权人来说只有一条路啊，那就是转股呗，死马当做活马医。万一呢？但是啊，这个世界它就是这么蹭，它就万一了。这个法拉利未来上市到现在为止啊，它的市值现在是1.72亿美元，离那个回本的160亿美元也不多啊，就差100倍。按照少一股的做法，对吧？后面加2个零就行了。那些债转股的人啊，现在大概能回来1%，就是说你要现在卖了 FF 的股份，
清偿率是1%，这可以叫血本无归啊。那也就是贾老板用这一招啊，就把这个海外债权人的债全部解决了啊，已经转成股了，不要找贾老板，你们都是 FF 的股东。所以贾老板啊，巧妙的利用了美国的法律。那国内的债怎么办呢？国内这140亿，国内可没有个人破产这个制度啊。所以贾老板呢，他也想了一个办法，又生一计啊。所以他花了4100万美元收购了一个上市公司，占股7%。他这个上市公司啊，实际上就是以前是做创新药的，它实际上就是一个壳，啥也没做出来。所以这个贾老板实际上就在资本市场收了一个壳，然后往里装什么业务呢？就是装贾老板的那个加密货币业务。贾老板说了啊，把他个人股权激励1半收益，还有这次股份的1半的收益。这个收益啊，不是这个股权啊，它是这个股权对应的收益，个人激励的收益增这个激励，把这个打个包放在一个信托里面，由这个信托产生的再去还国内140亿的负债。你看啊，人家国内140亿，这个人家还款来源很清晰啊，就是靠这个上市公司赚的钱，还给他个人的奖励，还有他的分红，他的权益全部装到信托里面，用来还国内债权人。你看这么一看的话，简直很靠谱啊。但实际上呢，他这个公司它的收益是什么呢？他这个上市公司啊要怎么干什么？实际上他的上市公司是要搞一个投资基金。什么投资基金呢？就专门投资加密货币的基金啊，准备吸收啊5到10亿美金这么大的规模，然后呢去投资啊各种加密货币。那他这公司的收益是什么呢？这个基金的收益就是管理费，这个管理费是旱涝保收啊，就是比如说1%的或者3%管理费每年都收。按照贾老板的计算啊，一年的管理费收入是3000万美元，成本大概就是他基金公司总有人要发工资啊，管理成本呢1000万，那这个上市公司啊一年净赚是2000万美元。而这个贾老板呢，他就要对应7%的股份呢，他就能分140万美元。这140万美元，贾老板拿1半出来还债，那大概对应的就是500多万人民币。因为它是基金公司，所以它的规模是固定的，所以它每年的这个管理费也是固定的，所以它的收益都是固定的啊。一年有500万用来还这个国内的债权人的债，所以大家不要着急啊，140亿啊，3000年就还完了。国内的债主啊，希望能多活几年啊，3000年啊。当然了，光这么说啊，债权人还是不满意，对吧？你就拿你那点有限的钱，对吧？而且那个钱比较死，每年就那么多，你拿来还，你还到猴年马月啊，3000年。所以贾老板又讲了个故事啊，我要把我股权激励的1半也要拿来还债。大家还记得这个马斯克吗？马斯克前不久好像是董事会给他一个股权激励吧，据说那个激励只要马斯克完成了啊，马斯克马上就有1万亿美元的这个身家，是吧？1万亿啊，好像是啊，反正是一下啊就拿了个特别大的一个股权激励。但是你要知道，股权激励你要达到的话不容易啊。这个贾老板这个股权激励呢是这么设定的啊，就是他那个收购来那公司啊，股价每涨5美元就拿公司市值的1%奖励给贾老板。但是他这个有封顶啊，封顶是9%，不知道是不是贾老板受那个特斯拉的这个灵感啊，对吧？这样的话，你看马斯克能成为一下就赚多少万亿的首富，那我这个不要说多少万亿吧，我这100亿美元也不少啊，10亿美元也可以啊，是吧？你看是不是充满了想象力啊？所以说贾老板这个人学习能力那是绝对一流啊，一点毛病没有。但是啊，马斯克拿到他的激励有可能，但是贾老板要拿到他的激励可能性微乎其微。为什么呢？啊，你看啊，贾老板现在收购的这家公司的股价只有3块9，每涨5美元给他1%，所以基本上这个激励啊也是个零，画了个饼。贾老板用他学到的知识啊，以及他的会计知识，对吧？他的画债给他的债权人画了个2800年才能还完的这么一个饼。当然了，作为债权人啊，这个还是有一丝希望的。人呢，总是还是要有希望，要有理想。也就是贾老板这两个公司万一火了，保不齐啊，法拉利未来火了，那么海外的债权人就解套了；如果他这家炒币的公司火了，那么国内的债权人就解套了。所以从此啊，无论是海外债权人还是国内的债权人，你最好是盼着点好啊，希望贾老板能够身体健康啊，能够多想办法，砥砺前行啊。由于贾老板种种原因啊，不能回国，也让咱们国家资本市场啊少了这么一个奇才。导致咱们房地产行业化债啊，这个总是啊，这个成果啊非常这个叫低迷吧。也就是咱们房地产行业如果有一个贾老板这样的人来化债，或许啊现在已经见到曙光了。房地产行业这些大佬急需啊组团到美国去学习啊，向贾老板取经啊，虚心请教如何化债。所以贾老板这样的人叱咤资本市场，那是有原因的啊。没有被贾老板割过的韭菜啊，他这个人生是不完美的。今天啊，这个各大媒体啊居然转
转载啊，说牛马有的是，驴不够了。这个标题让人一看啊，感觉好像是自媒体文章，是吸人眼球的。说牛马有的是啊，驴不够了。目前我国啊，牛马不缺，就缺驴。感觉这个标题很有内涵啊，牛马不如驴啊。总以为这是自媒体搞笑的文章，但是错了啊，这个却是中国新闻周刊的一篇报道。它这个文章挺长啊，咱就不一一介绍了。也就是啊，我们很多人喜欢吃的驴肉火烧，你很难保证那个火烧里面加的是驴肉，很有可能是马肉，甚至别的肉。没开玩笑，这是中国新闻周刊报道啊。如今我国正在面临缺驴危机，驴的存栏量远低于市场需求，驴产品价格不断上涨，因驴肉价格一再升高，部分诚实守信的店家甚至直接把店内商品变更为马肉火烧，把那个户字抠掉就行了啊。驴肉火烧啊，把那驴那半边那个户啊给它抠掉，变成马肉火烧。据了解到，我国目前出现显著的驴存栏缺口的问题，系多种原因导致。从短时间来看，并没有快速弥补缺口的办法。9月22日，中国畜牧业协会驴业分会相关负责人确认了我国缺驴一事。目前我国牛马都不缺，就缺驴啊，这个是人家官方的说法啊，不是开玩笑的。说目前我国牛马都不缺，就缺驴。从全球来看，驴存栏量主要集中在发展中国家。2015年，全世界驴存栏量4356万头，也就4000多万头啊。其中啊，84%的驴集中在亚非地区。说由于中国的养驴量锐减，2008年以后，非洲超越亚洲，成为最大养驴区域。如今，我国的驴产品仍然大量依赖进口。以驴肉为例，市面上我们见到的所有的驴肉产品，只有20%到30%来自我国本国的驴。所以你看啊，这个数据这个不好骗人的啊。你吃到的驴肉火烧，哎，你说是不是本地驴啊？这可不一定啊，因为我们驴肉70%到80%是进口。所以我说咱们一直是个农业进口大国啊，啥都要进口啊，连驴肉都要进口，牛肉对吧？从阿根廷进口，从巴西；猪肉从哪儿？好像乌克兰吧，还有俄罗斯。所以你要想吃本地驴啊，那还得看运气。在驴业分会协会相关负责人看来，总存栏量持续减少是驴和其他类目相比特有的现象。好，这个中国新闻周刊他讲啊，为什么咱们国家驴这个存栏量，也就是现在养的越来越少呢？它这个驴啊，跟牛马还不太一样。第一个，它是这个驴的这个繁殖周期啊，比那个牛马长。我们说通俗的吧，对吧？说太专业的不太好理解。就是你要养一头母驴啊，这个母驴等它产个小崽儿，等这小崽儿长大，它这个周期啊，远远不比那个牛马来的合算。这个驴也不少吃。完了，这个驴啊，它是咱们国家的驴，一般的都是最大的是200斤，小毛驴嘛，只有200斤。那个你说马和牛多大？所以说这个驴的本身的特点啊，就导致这个你养只驴还不如养只牛或者马。那你说咱们养牛养马都赔钱是吧？去年是吧？那个养牛专业户不都是赔钱吗？所以养驴的更不赚钱。这是第一个啊。第二个说驴啊，这个驴还不一样，这驴非得干活。这个驴说如果不干活的话，它还容易生病。你说这叫什么事？那咱们现在农业根本就不用驴了，也不用驴拉磨，也不用驴去干啥，对吧？农业都是机械化，那驴都是在对吧，在那个圈里面养着的。所以说驴特别爱生病。那为什么非洲为什么驴还挺多的呢？恰恰是因为非洲的农业机械化还没普及，跟不上。在非洲啊，驴还是主要的劳力树力啊，所以说非洲养驴还比较多。但是现在问题在哪儿呢？这又说到咱们以前讲过的，也就是咱们这个受咱们中医影响啊，这个用驴皮熬的那个是阿胶啊，好像什么补气补血，反正是中医理论啊，我不太清楚，导致咱们这个对阿胶啊，对这个驴皮的需求啊急剧上升。咱们有很多企业啊，在国内买不到驴皮，他就收驴皮啊，拿驴皮去晒干之后熬，而且据说这个驴皮利用率啊也比较低，大概只有30%。国内阿胶市场达到40亿级以后啊，咱们所有的这个阿胶厂啊，对驴皮的需求量达到了200万张一年。但是据说啊，咱们国家每年自己才能提供60万张，也就意味着有140万张需要靠进口，而这140万张里面大概有80万张来自非洲。在2024年年初啊，召开的第37届非洲联盟峰会上，非洲联盟成员国领导人批准一项决议，宣布对驴皮贸易实施15年的禁令，保护了非洲啊4000多万头驴。否则这4000多万头驴啊，恐怕都是叫剥一层皮啊。这个
有网友留言呢，说中医不仅害人，还害驴啊。不管怎么说啊，这个牛马有的是，驴不够了。虽然一方面反映的是个经济学常识、经济学规律，但另一方面也是在内涵呢，也就是你牛马好养活，牛马产出率比驴还要高，所以牛马呀多的是。好，这期节目咱们就聊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